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源。客家香草是我们客家老祖先传下来的智慧，像中原用的台风草，还有西城用的麦草，也是讲热天时节林的香草茶，全部有几多种的品种同功能。听讲还有人专门在研究一个客家香草哦。今日真欢喜邀请到古环境健康草本坊的高怡婷同郑志燕两公婆来到现场，家家来邀请今日来分享今日研究香草的故事吧。欢迎怡婷。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婷。哇，怡婷，看我来真好上呢，等一下我来谈讲能用来研究客家香草咯。欢迎志燕。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燕。志燕，谈讲能用来客家文种的好上的。志燕，我想讲请教两位一下哦，能用啥讲来按好啥？怎么个我想到研究一个客家香草嘞，志燕？其实也有在过程啦，像我家做热的时节啦。看热的时节。看热的时节，毕竟以好多年，你在火炉上做嘛。那在火炉上做的时节，你遵照一定方式。不过伊的体质较唔适合。拄大的问题的时候，我问讲，我归来的时候问一个装批讲，做热的要怎做？开始再重新上一摆讲，伊等一个装批人讲，我做热的，你有食台风草无？其实人想讲，个台风草啊。伊个的老装批因为等较上下嘛，拢个热忱啊，很热心。伊等拢个摘掉台风草过来呀。全部摘红了，摘全部。摘过来本来同来讲也愈拿来煮水，本也太细身，也愈做热的客家人会用的。我哋是树多上还是quite欢喜，天的树多也quite欢喜，天二天三的天四，我愈讲也有问题。没问题。有咩问题？树多还有3种的台风草。3种哦，还有。树多有3种台风草。那3种台风草呢？有的伊的叶白较细，有的叶白跟麦有须须，有的是新的改参，米是改参，但是唔美。所以你因为安尼关系，你开始慢慢的去查资料，你看到真实的台风草是那样的，也个有可能你因为等时代变迁啦，等客家那种传承的智慧有一些就是模糊，也有装批可能因为拄到做热的机会上过少啦，所以伊等可能还不会批米丝，米丝一般伊等会先前面来批米丝。你对今年个生发的经验开始你对这样的开始，因为伊米丝在客家种啊，早期的时节。真蛮人做热的，蛮人愈卡愈改上，愈台风草面，因为伊定会摘野的台风草来送本也做热的人用，就安尼开始，咱拄到一个问题之后，咱开始想了解咱的客家香草一个客家植物的开始。因为也愈单独一项台风草来讲，其实客家香草有几多种，我定系对台风草呢。是原来，来认识我哋客家台风草，原来以时代变迁的时节有无？我哋记忆有模糊，我想再寻归来，愈安尼头脑愈沉下来，咱会发现讲其实客家还有几多唔爱查香草，有青岛做嘛，嗰时候安尼，人一接受到，发现到，也真是好哦，开始一条路安尼就吃这啦，客家语言嘛。是一开始也冇得讲又想行下伊啦。一开始经营的时候也古环境来嘅，主要你讲让我哋客家一种好的香草部分，可以慢慢的清转来。因为当初那时节在清台风草时节，讲出菜，一条老装批拿按倒来，
哦，啊伊也洗用迄个，伊喺洗时阵，伊感觉用啊唔会差，也愈爱体的，哦，愈爱实际的那种体验度的，啊，咱就慢慢的接受，啊，我本身佢好做山东风啊，真好做，因为我本身会做生态导览，我会做昆虫的生态导览一个，我佢好做山风，啊，人家讲台风草也着山风热带如黑，啊，我想讲，哦，热带如有钱好穿呢，结果呢？结果我亲像啊，无，无，我到面下我寻到满族的片南看到。有真是野生的台风草，啊，屏东一片吼，我哋高雄屏东一片，嘛是有，但是大部分都係路裝邊種的留下來。哦，如果唔係野生嘅，已經係人家以前種嘅留下來種安尼。因為伊吼台風草佢驚農藥，哦，更加沙藥嘅程度。啊，主要吼，我哋開發的發展啊案件，吼。伊嘅生存機制嘛會變較少，地方嘛較少，像嗰度而家農作物很多啦，有作物青度，所以台風草更加睇野生嘅，佢少啦，佢少，佢價佢少。即係會唔會咱有這個去尋咱地下工業嘅問題喺哪？那會啲。哦，以前頭先唐志遠講嘅，發現到嘢真神奇嘅問題哦。唔咩行業，唔咩好多年，錯冇？唔得研究一個從資源向下嚟研究一個客家長壽嘅事情，係唔係因為唔咩行業，唔會講客家有發生過乜嘅困難，也係遇到乜嘅個神奇嘅事情呢？我一開始聽書我婆家在做生意，遇到鄰行會講，唔做乜嘅客種做生意唔會講行咯。我都開始學習。講客話，同見人學嘛，又係從都解人學。從年學學。哦，唔係參教資源嘛？資源唔喺行業唔可以教齋嘛？係又係講技，即係唔可以談客話，唔可以講客話，仲欺負威冇？而家感覺講教我講客幾奇怪。幾奇怪？做乜嘅咯？用公婆那個奇怪咯？有時候我有啲歌場啊，但我有不一啲個 special 嘅這種感覺嚟講。一開始伊他唔識客話，唔會講，唔會講，我會講吼，太空調，我就講，太空調，如果唔係講，太空調係乜嘅意思啊？講太空調咧很可愛，如果你彈下鬼翻譯，但是吼唔是扮演，等於第一時間也被罵嘅，所以一定之前真是。之前安尼同講嘅事情，都感覺太空調係真可愛意思。我感覺該歡喜。該歡喜，你會唔會第一時間運用嘅同佢出發嘛？我有問你他講，乜嘅是太空調，然後都講都大笨鳥啊。安尼你對開始練習客話，都會唔會差唔多花1個月嘅時間，可以像安尼交流？我差唔多花半年嘅時間學習。哇！安尼幾厲害，幾用心呢？咱可以半年都安尼同安尼正常嘅講客話安尼談嘅時嘛？可能我有需要嘅，所以我學習嘅時間較急。個急嘅是。時常講安尼。因為好每日有人客，有陸客人同聯繫嘛，好冇？以前頭頭之前有講到人哋做嘅生態導覽嘛，人做生態導覽有部分1個月，更加還有在做嗎？差唔多4、5年嘅，更加還在做。還有在做，你之前有講人哋研究一個客家長壽，對佢嚟講係很熟悉嘅東西。對你嚟講客家長壽有乜嘅意義嘛？我哋弄鄉下咧學習昆蟲，昆蟲嘛會接觸到植物，所以我對植物我嘛介興趣。佢有興趣。你用台風草之後，嗰時節看人講新年嘅時候，你用台風草嘅感想係乜嘅？我感覺我每日都期待愛食台風草，幾奇怪哦。怎麼佢會想到每日我期待有個時陣？我冇接觸過台風草，唔過我偏到台風草嘅米線我都介好。嗰種好多種嘅部分，好多人看人嘅時節，種嘢嘅時節冇食台風草嘛？好多年冇。聽人嘅冇。你本身係哪隻邊嘅好多年？東港嗰邊。東港嗰邊啊，嗰種人辦事都冇接觸到有個台風草有種植物。冇。
在闽南庄啊就没有大蜂巢这个植物。对。然后从我坐月子开始接触了之后，感觉讲谁啊都不会差。当下可能没有感受那么深，可是到那一年当年的冬天，就会觉得说，怎么感觉今年不怕冷了？对，而且比较不容易感冒，这是我亲身的体验跟感受。哦，原来安尼。子燕，头头有讲到你们身体嘅骨环境健康超奔放嘛？怎么个很多有嘅名嘅咯？其实台风草，喺外头应该是接触来做嘅东西。也喺我哋客家古老智慧，我想不一定做的传承，所以以我哋古老智慧的古嘛，汉代我们是汉朝的时候有文字记载，所以我哋留咗根本嘢来本嘢等人来定，所以我按古汉记。原來係有個名係按嚟來嘅，總有嘅。像講古漢劍，有個名係到底有乜嘅意思？應該有親戚嘅故事喺地方，原來係按嚟有個意思。哇，觀眾朋友，當係兩啥？今日嘅故事上第一講，我哋客家總地方還有按厲害、按好嘅老智慧哦。唔過呢，今日老智慧到底會用嚟做創新呢？我哋休息下，下一陣繼續嚟請教今日咯。上一堂我哋第一講，子燕同依婷今日用喺來研究一個客家長草，做乜嘅上嚟研究哦？今日呢，地方還有乜嘅精彩故事，我哋繼續嚟請教佢哋吧。依婷，頭有講到先好泡嘅台風草，洗澡用泡台風草嘛？你用嚟泡一個台風草，係像以前安尼煮滾嚟泡下去嘛？還是有乜嘅方式呢？之前我做嘢咧還蠻做3天嘅時間，我媽媽是用煮的咧。唔過以前攏用醋結下去煮，嘿，一個醋結安尼下去煮。我看到老輩用迄個光呢，係唔係技能用光可以用光，也未做唔得。冇，伊也未摕底杯。人包得真好呢，我看唔出來。觀眾朋友，人哋一個醋結老輩係光，底杯其實當有也未哦。怎麼個安尼包呢？安尼包也未讓唔會跌出來。哇，真聰明呢！錯啊，人哋一筆包一睇地杯，種有冇一筆都落槍嘅？真厲害呢！按嚟煮，煮一大鍋，也係煮一些煲嘅都好嘅。按嚟1坤2坤愛煮一大鍋，不過按嚟煮嘅時間時間較久，差唔多5、6點鐘。要煮咁久喎？係，煮較久。所以我啲時間差唔多做嘢嚟食2隻嘢。我媽媽每日安尼洗啊，安尼煮較久哦。所以每日一天要有一煲，就底下提個準備好了。每日一鍋。看上來了當本愛洗身安尼。煮好看上加水安尼落去。錯，愛洗迄個，愛做嘢嚟迄個，反愛媽媽腰酸背痛。佢腰酸背痛也係用台風草嚟嘅嘛，泡台風草嘛，係咩安尼？所以變啦講哦，我老公都有在發想講，人家做嘢嚟，係咪可以較方便啊？我哋來做一個創新安尼。嗰種人會像因為用一個醋結來煮粿條，也冇方便，按人都用一個方式來做粿條嘛。安尼粿條能用嚟粿條，係像頭前一個一包一包係唔能粿條嘅嘛？錯。按能粿條，可以拿空來看嘛？可以。好啊。可以批看咯。批看咯，好。粿香呢，比條到個醋結，佢有個台風草嘅味絲呢。按人有個用嘅粿條，可以同人觀眾朋友講一下好冇？其實一個製作過程一開始啊，我哋嘛是做醋捆、醋結，我哋想講啲細路經推廣台風草，嘛冇想買，推廣嘅時候變成嗰度中部北部嘅朋友問講，我有邊有台風草冇？伊哋想愛看人嘅啊，伊哋嘛想說，啲是會摘。因為做啊像啲醋結用啊，一捆一捆的。但是有點問題出來。我洗啊清早結果我記到幾量。幾量台灣的條好嘅。我記到幾量嘅時間，啲食女的個太問題，以為上菇。上菇。食皮太重。嗰片食皮嗰種
米摆拢会落去。是皮特虫。啊，第时节，我哋路上讲吼，那既然要改变，我哋都可以用嚟调整嚟。假如讲，阿某伊讲伊妈妈之前嘛看啊，有是可以发出做较防偏的东西。为了过防偏啊。要较防偏啊，所以睇下制作的过程的时节有冇？要防偏来讲，今日门的浴室喷手这片只用来等热水器的小水。讲要煮也唔可以防偏啦。所以你慢慢地先改良，改到像家看呢，沐浴包也系 T300改良。T300。T100改良，迄老伊打卡油啊，做成沐浴包，含较早啊。不易唔会上古啊。唔会发霉。你先留下问题处理嘿。再来发现讲，嗰多年老爱等经历过问题共用，伊希望更较方便啦。因为我家伊妈妈，睇做嘢的时间佢辛苦，看上看下，看上看，唔係看1料2料，係3料。3料對老人家來講真啊，明要煮佢長嘅時間嘛，我假如講也係唔係可以再做啲改良。我等你先分析下，你看浴室底部只有小水，一種小水可以冇？睇一片試驗嗰度嘛，chan高嗰度也得chan錯師傅。來看伊嘅泡製法，有發出不一樣味是較夾得出來冇？像用嘅小水都可以用嘅味道發揮出來。你慢慢嚟也要試驗嗰度擺，也是你有嘢泡製嘅烘焙的技術。你留意做出來，就算係見解一個T3台改良嚟講。伊嘅味是改夾都可以出來，只要錄卡嘅小水都可以使用嘅。錄卡小水嘅溫度都做得泡嘅。但是伊錄翕一下，我翕沖泡咩呢？我翕。翕一久嘅時間？翕差唔多15分鐘左右。15分鐘都做得。安尼夠好啊！唔像以前用2、3點鐘、5、6點鐘安尼。安尼改一下以後，原來月子中心醫等啊，嘛該使用安尼東西。因為使用上面改方便，伊有啲位伊等喺月子中心做嘢嘅，攏有時攏去改一點點嘅操作。對，真是嚟給你冇按多年啊。錯，伊等咗即一包下，伊翕一下，然後洗身嘅水冷嘅，你拿嚟洗，要對身體較好。馬上又好，因為也係吃鹽嘅東西嘛。也如以前我等老一批留下來改好自費嘅東西。佢說有5年嘅巧思啊，同努力啊，從老祖先嘅自費改良到更加安尼一包一包安尼沐浴包。以前要嘅一包一包可以同人介紹一下底部種嘅係乜嘅東西？颱風草除了颱風草，還有乜嘅可以介紹一下冇？像做嘢嘅沐浴包有冇？也太薄嘅嘛。係也太薄嘅。也底部有葉頭，還有嘅老香茅。係老香蝦。係，安尼講複方來講吼，得食較好。複方來講比單向用颱風草較好。嗰時候底部薄嘅，像調下底部你打開來嘅粉末狀嘅露草嘅。可以 pick 咯。可以拿一下，它那個粉末磨得很細。哇，觀眾朋友，也就係底部薄嘅東西食材今天打清油呢，真的很細。這樣比較快出味道。難怪安強，因為佢打過油有冇，佢味道一下就出來嘅。一油塗嘛有各塗嘅，伊做唔得剔油哦，一剔油有冇，唔知乜係，伊水都釋放起來，伊都表唔出啲味是哦。所以連也油嘅也方面有冇，你按呢細緻度。其他顆粒嘅太細，唔能都有去考量過嘅。哇，安尼除了就是用複方嘅方式來做一個颱風草嘅沐浴包。我看到有太薄有細薄，有差別嗎？也太薄嘅，你做嘢嚟用。做嘢嚟用嘅。細薄嘅可以做啲足浴包啊、老平安包安尼。底部是薄。做細薄。太薄細薄其他功效都差唔多，都是一樣，是來做泡澡用的嘛。對。除了泡澡，想我強調一下，泡颱風草佢到底有乜嘅個好嘅
那个好处吗？泡太凤醋有冇去促进身体的健康嘛？像太凤醋，伊对人民甲中药的好处体内，伊连中药的时节啦，真的强下来，气不足，血液循环的者不够慢，医疗动完大手术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他气血在走会很慢，因为有伤口，所以有时就讲，你对某做骨头月子问题、月子病，然后腰酸背痛那些，伊的微血管容易会阻塞到某一个部分，不知道，洗太凤醋，伊主要来排解的问题。如帮助人的身体的血液循环过好，安尼会不会人的身体恢复的情形也会过好安尼，那唔按虚弱啦。那唔按虚啊，所以伊的好处其实我食伫洗时节，我嘛quite好奇，我想要按好用哈。你自家有思考那些？我拿来去甲泡啊，我是感觉没得冇得粉洗来洗，冇得泡。洗来你就是做些做较开的时节身体会酸啊，会酸软得到伊都会火浪啊等筋骨。在泡的时候，你个出只感觉讲我会流汗，会流液就唔会排出来，血液循环会较好啊。讲伊的用途我哋用的时候，还是感觉系按的啊。因为其实自然的东西嘛，对身体自然会更好啊。除了一个沐浴包啊，我看到人条线有一个竹帘的，种出来一个西方的东西，伊也系泡澡沐浴用的吗？一个迄早期，我哋咧做热的时节，伊门后拢会挂一啲艾草。无如客家抹草，伊门口会挂，如做嘅房间门口会挂。我哋用一种发想来讲，其实也有一啲保平安的意思。一个意象的一个意象，平安呐，呢条啦所以我哋都来做啲结合我哋客家的东西。因为做热的门口，以前人是攞不要2尺嘅。竹帘门。原来啊，佢说能用一个意象来讲，可以做，算系做文创商品都错，像露珠线的纸飞，假体皮杯包装上用人的更加现代人个喜欢的包装的方式，做一个文创商品出来。因为也有一啲最早期会挂太凤醋，会挂客家抹醋，做热的房间，竹门帘嘛，伊全部都集中在一起，做一啲文创东西。我底部都会包一啲，那乜嘅呀？客家抹草的，客家抹草的平安包。像一种以客家抹草羽毛，其实嗰度的啊，应该讲切热的呀。魔神仔，应该如果执到客家抹草，就是驱离邪气啦。也就系一个送人家也好啊，自家用也挺好的一个文创商品都抄嘅啦。哇，年轻用心呢，够厉害哟！观众朋友，之前嘅人够用心，从以前的老祖先的东西变做轻方便更加人来使用。到底还有乜嘅精彩故事呢？让你休息一下，等下马上过来哟。上一段资源同议题，今日介绍来讲，今日用诶从传统的老纸飞来做到本大家方便来使用。听讲今日还有喺上课呢，到底上课很用办嘅情形呢？让你继续来请教今日亮啥咯？议题除了头头嘅产品啊，我看到还有带一条包装过来，其他嘅常用嘅产品吗？一个包装如何区分对象不一样，所以我们分成4个颜色来做包装跟设计。可以4种颜色有哪度係乜嘅含义呢？粉色的如何做热的，做热的你爱看到粉色，所以我哋用粉色来做包装。然后足浴包可能大部分可能是男生上班族、女生上班族或者是老人家，我们就用蓝色的来做一个包装。
然后美人包就用紫色。哦，对，然后客家魔草平安包大部分会是小朋友在洗澡，所以我们用小朋友喜欢的，可能就是橘色系的啊来做它的包装设计。你们包装你们啥个清酱呢？不过安尼包装好嘞，成本会价高啊，你做嘛个无用简单就像安尼啊包迄个头嘅状况来都好呢。有之前我等对初结做啊多沐浴包，我等安尼只将沐浴包包好有冇？绿包包好，我们直接放在箱子里面。可是箱子里面寄送到客户那边也是会有受潮的问题。哦。对，然后之后我们就用一个塑胶袋包起来。里面就是叠10包月子沐浴包这样。可是这个问题到百货通路啊，可能就是质感上没有那么的到位。从摕去开给百货公司的时候，空来都无按相应的。对，质感就没那么好，所以之后就是会做这一系列的牛皮纸袋包装，就是质感上会比较到位，而且像我们礼盒里面这样放个8包到10包啊，这样也是比较好看。安尼这只康风的松软好看，又好拿，保存又方便。除了安尼能用遐个包装液，唔会讲讲其受潮保持其遐个品质都错个啦。子燕，头头有讲人有在送课嘛，有通讲人在送嘛个课呢，可以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嘛是有提60啊，还是18。我有一个学校的邀请来送到强措的课程啦。客家强措的部分。这部分上课其实我等于古老之费啊，我过好以60上课。因为做嘛对无？睇台面上啊，看下呀，也等人拢潜水。免应该讲你那年纪中，他全部教好了去潜水。也过到系啊，真的，伊也好。我上台看下背也得几乎拢爱等做装逼啊。可能最年轻应该也係人爸爸媽媽嗰種年紀吧。可能下一級。嗰個阿公阿婆嘅。伊上二等課咪，我等上我等會教二等。二等我人家係強錯嘅東西，伊會同我講老師啊，一定咪用乜嘅嚟做乜嘅咁陌生乜嘅大家用嘅，對一定成行，其實也得到佢讀播呢。嗰種唔單止係上課教佢哋佢也同分享佢哋以前學到嘅知識呢。伊定我係你見教藝，所以我等我見做記錄，用乜嘅對身體那片好嘅。也的裝批伊等也的資費還是不可小看的。你今睇嘅上課，今日除了安尼回饋之外，有乜嘅影響個層嘅嘛？因老人家呢看得較多，一般影響較深個，伊等下裝批睇上課，老較後生嘅睇上課差幾多。伊等還是該守規矩，上課嘅時還是都個認真喺睇人講。真的有問題一定會認輸。咁影響個層面係見人嘅態度，學習嘅態度都錯嘅。不過除了上課之外啊，能做一個產品行銷應該有一段時間嘅嘛。除了係唔係只有客家人會同人買一條產品，因為像客家人有一個習慣。講到樣嘅嗰份嘢。本來只有客家族群係擁有嘅。我差3年前，我只係愛分享俾廣東人認識太豐錯。我發現我的效應應該好，不止客家人，河洛人、外省人、原住民、外國朋友一定攏要來融入嘅。我講客家好嘅智慧打出來，一塊唔是分族群，只要好的東西呀，也路對客家貢獻過太多東西。嗰時候既然其實原本唔抵一個東西，抵一講也有一個東西之後，不管佢係哪一種河洛啦，也係原住民，也係其他外國人，佢哋感覺用到好嘅，佢哋都好，都同人買到超濟。其實佢哋講唔抵，唔係講佢哋唔可以用，佢哋講唔抵安尼啦吼。有外國人同人買，佢哋買過去用嚟做，然後我搞佢哋冇。
有爱等你教伊讲，不用下去烧水，4分钟、4、5分钟，你可以洗身的。太方便。咱境外国的是哪国的呀？拢有呢。拢有哦。日本、美国、澳洲拢有。哦有啊。泰国、香港嘛有。日本爱啲啊，日本年轻好泡温泉、泡汤，可能亚洲应该有亲属是嘛？就美国啊、欧洲这边呢，可能淋浴角度可能会用亚种哈。马斯威啊，可能用到刚用的。因人感觉他们本身在国外就比较也是很喜欢草本系列的东西，他们可能心态上就会觉得是芳疗的那种。哦，对，芳疗的感觉。单纯人哋讲洗身用的，可能去做一个冲人哋讲 SPA 用用。对。哦，原来安尼啊。除了亚东人看到的台风错啊，能顾环境健康草本风地杯，还有吗？给其他的产品吗？目前我哋顾环境地杯把香碱擦过。哦，香碱，香碱也是用台风错做的吗？有融入我哋客家的草本植物之外，还有融入我哋嘅客家嗰類嚇可可的油。哦，可可也可以你也有。所以我哋當初攞留香碱油膜，用好的油，因為我哋油當初遇到的油案事件的問題。哦，之前嘅食品安全的事件。所以我哋第時就路上講，我哋來用呀香碱來做。一開始是我太太在做飯，我哋洗身的啦，洗到好，我如果愛貴起，我哋來試看咯。你唐風來研發的部分係以前提做嘛？以前係學嘢嘅嘛？唔係。以前唔係睇學嘢嘅，用嚟學嘢種專一般人製作研發嘅知識呢？我感覺我老公研發的精神啊，本來該欽佩。所以我感覺講我要更努力的，就是協助他啊，協助很多事情，所以手工皂這部分都是我在幫忙。所以你就是自己去找個材料啊，製作法按嚟研究就做。對。你能有失敗一多次，失敗多少次才做出來有手工皂？我一開始都冇一清資料，我自己在用油啊落。緊攪拌都唔會成型，做出來變乜嘅東西，沐浴乳嗰種啊嘛，就液態狀的，然後做成功是我老公，他有去在研究，深入研究，他才有變成這樣塊狀。哦，對，所以他就把一些技術性的問題啊跟我講。也係講用啥向下一起做研究嚟做嘅。對。以前能研發一條材料啊，除了台風做之外，能有面到講可以用客家其他嘅像法術啦、客家5香、9香安尼嘅東西，你去做冇？有。哦。我感覺講台風草其實以前都更加有一點斷層，我們把它做一個復興了，我們很高興。我覺得還有很多客家的很好的東西，可以再給它做一個創新，像客家五花。客家酒香也是我們未來規劃想要復興的一個東西。對。嗰種能會用，期待能用客家5法9香一條來做一個新的創新的到時就做出來會同大家放鬆，然後冇本大家都不知道呢，好冇？係啊，除了一條產品之外，談講能台風做啦，草本一條，還有做其他的產品做冇？有，我哋喺度帶外國做椰的林嘛，所以我哋老台風草萃取成精油、老萃取液都有。像你們自己來做，還是有像工廠來做呢？我有像工廠做代工，因為伊個量一般愛改大。比我哋平常時用的沐浴包也夠大就錯。哇，這樣真厲害呢！因為想到也可以用沐浴包之外，還要用到萃取液。除了安尼，談講你嘅生意呢也挺好，你嘅產品。生意嘛是挺好，因為我哋做客家麥草平安包出來時節，一開始會送朋友的事。也嘛是推我摸去做的，因為做乜嘅，生意呢什麼事愛出業冷預防啊，我哋平常客業練下下來生意呢會多唔掉，我改容易感冒啊發燒樣，所以我當初都設計啊。客家麥草平安包可以食，伊啲食伊啲身體都
加个风，加个风啊，也要送到朋友朋友，朋友用啊就有得客气，伊讲遐生日的大拜生神都会饺子啊，生神要饺子，一生神都会饺子，唔好碰重嘅水，唔好多水咁样。伊讲伊第二代跑回地，伊讲遐生日从来唔是看过讲啊生神无饺子的讲天拜。哇！伊就马上都走了同我买呢。伊就讲遐生日呢唔是拄过安尼，讲。睇寫啊，你寫成嘢聲，你會覺得反應。更加還有嚟用嘛嘅。更加反嚟用哦，嚟用哦。你聲音應該清健康哦，個氣質可以變得個好。我呀聲音較享受啲的皮啊，芳香療法。可能變種是寫嘅水，佢寫唔慣啊，佢一聽我有個香味嘛，像條條以前講嘅，佢唱嗰個要做18。今年做18，今年有個感覺，今年講說啊，生神安尼過好。因為今日生日嘛，咱2歲左右的。萬歲都安厲害嘅。而家講乜嘅係自然嘅東西，唔好寫嗰種化學嘅香精啊，又係沐浴露嗰啲，請呢一種全部自然嘅草本嘅個產品，啊，今年真是有厲害，有個生日嘅有成就。有下生日嘅攏會安尼感覺。你也是生日呢萬歲唔懂事，冇乜講法，只有用牙那種肢體語言，然後也表現態度啊，本加重啲。其實佢應該嚟講頭先係講那個啦，因為生日呢個敏感有冇？佢能對化學嘅東西個敏感，佢能對自然嘅東西可以接受，可以佢能對好嘅嘅產品，哇，真是真厲害！好，今晡日談嘅。之夜同怡婷今日按精彩故事，上底下講，人哋客家老祖先嘅智慧有按厲害，也感謝今日兩煞按用心，按有創意本客家老祖先嘅智慧，各樣都人方便人哋來使用，也希望講大家同意繼續支持下伊，本今日有繼續下伊嘅通力咯。今晡日請歡喜，請感謝兩位來到現場分享人嘅故事，感謝兩位。好，感謝大家。謝謝大家。安尼大家做按鈕嘅數據會唔會人呢？夾同一下就可以變小暖的喲，田頓老師來做運動吧。觀眾朋友大家又來到好好運動的時間呢，我係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戲劇導演屏東分會。此外介紹我黃俊祥一篇嘅陳先生，一篇嘅劉先生，觀眾朋友大家，今日我哋想介紹嘅呢係攀竹長針。攀竹長針呢係訓練我哋頭戲比圓、比長啊、比順，今日都嚟做示範，觀眾朋友聽我哋嚟做。首先呢，觀眾朋友先坐下來呢，我哋嚟講呢，同我哋呢下肢骨法。下肢骨法呢，雖然能做，有時有觀眾朋友講，咁我做嘅時間呢，我都冇法度坐下去，我可以讓我可以變表，佢也本能有乜嘅東西可以輔助唔坐正，坐正呢，我哋做嘅時間呢，首先我哋呢手表嘅切頭項，我哋底下做嘅呢係我哋嘅腳，我哋嘅腳扭向嚟係吸氣。其實是盡量我哋嘅腳趾呢，我哋嘅腳趾所以按你彈上來啊。表下一個呢，我哋頭戲嘅時間，我哋嘅腳盤傾下去，盡量傾得到我哋嘅人生嘅腳盤嘅極限，你都唔怕。如果我一做後，我就見呢一樣呢，唔怕我哋呢再表一下表上來，再過來聽聽呢，我哋再叫起起來。因為我哋冇做到安全嘅肌肉運動，所以我哋嘅腳呢會糾結，也係個正常嘅也唔怕唔是驚。我哋再過來，翹起來過後呢，我哋吸氣，停留一下，我哋再吐氣，幫我哋嘅腳盤慢慢呢傾下去，幫我哋嘅腳盤循環過去時，再過來翹上來，過來呢，我哋一所做呢。翹起來過後，我哋數較前頭先吸氣，都是狀態來，狀態來，過來呢，我哋都壓着伊，再頭氣吐出來，先訓練我哋呢頭氣比圓，
跳起云呢，我哋做动作嘅地下，我哋咧起头都会绑长，我哋咧起头绑长呢，我哋跳起向前呢都唔係按扎，按嚟悶吼，扎嘅樣嘅。過嚟我哋跳起，跳到呀，再過嚟我哋吐氣數呢，哪方嘅嚟，較看到哪方嚟，從對我哋咧耳講吼，傳出來數巴掌，數字延長，數巴掌，跳方嘅嚟，轉一下，嚇。下夜時間呢，我哋對我哋卡拉下，吐氣慢慢地下來呀，下來到我哋咧數字變嘅到我哋咧腳吼，我哋咧數字變嘅地方咧停留3到6秒，停留3到6秒呢，係幫我哋起頭微順，幫我哋咧肌肉天天嚟變鬆，幫我按摩到我哋咧關窗，幫我哋咧關窗咧歇氣。出停留啲關窗嘅，慢慢嚟成熟變鬆，再對我哋咧腳後，就係打出來，眼神打出過後呢，我哋跳起，過來我哋咧要跳3下哦，吸氣，跳起，打我哋咧7頭，嚇，打下7頭連打3下，做乜嘅打7頭呢？又係觸擊我哋咧7頭嘅軟組織，比較精神。所以我哋做時間咧，我哋咧腳記得要翹放起來，我哋數較輕頭，慢慢嚟吸氣。吸氣當中咧，我哋咧都市狀態來，都市狀態轉到胸前，慢慢嘅吼，再過來跳起。免我哋咧起頭無按長嘅人，可以順嘅要跳起來帶我哋咧數，帶我哋咧數咧，我哋咧數字傳出上去。慢慢的，我哋數節呢，腕關節呢變鬆了啊，轉一看啊，對我哋呢卡拉下去，卡拉下去呢，幫我哋呢背囊嘅腰筋骨呢同肌肉變鬆，幫我哋呢歇氣，來到我哋呢背囊嘅筋骨同我哋呢肌肉比充滿了我哋呢陽氣，充滿陽氣，我使我哋呢背囊筋呢變個強壯。唔會安閒，就係講我哋呢眼神慢慢嚟嘅，有一個好處呢都講啊，我哋用嚟一覺好睡到天光。第二的，我哋喺睡唔得咧，按不頭睡唔得嘅時間呢，我哋可以做一個動作，可以比如個好睡夢。觀眾朋友，我嚟做示範講啊，我哋按樣嚟注意嘅眼神嘅方向。第二呢，我哋下嘢，譬如講啊，我腳搖向起來。我眼神無法吐槽啊！我安尼變，安尼斜可以嗎？可以。我背囊向呢變一個東西當對我背囊，幫我背囊唔會斜跌倒。因為我哋坐嘅時間呢，我哋冇坐得到，會坐到我哋呢面中骨，坐到面中骨眼會個唔爽快。啊，第二點要注意一點，我哋呢數牙向起來，我哋要下去嘅時間呢，我對呢我哋對我哋呢卡拉下去。按過有嘅嘢安尼，拿上來呢，一下去呢對腰骨會變呢，會變呢安尼下去啊，唔變呢腰骨安尼下去，第一點係樣咧，我哋喺人講，我頭我背囊會噗，我唔眼神唔出，我哋呢肌肉會壓縮到，變呢我哋呢肌肉會過緊張，所以我哋做事情要體驗一樣，我哋呢對我哋呢卡拉下去，我做一個示範講啊。用嚟對眼卡拉下去，我開頭先眼神打出來，我用眼神安尼下去，眼神我數無法度辦到腳，唔怕我都辦得到，我可以數存到內，我都辦到內。啲我哋呢卡拉下，我要講鬆呢，我哋對眼神安尼，好下去再上來，眼神下去。對我卡拉下去呢，第一方面係訓練我哋呢卡拉下比數，一方面我哋呢腰骨唔會軟側下去，軟側下去要壓縮到我哋呢腰骨神經，所以要注意一點吼。我哋安尼係我哋多做幾遍，用我哋呢眼神去鬆，我哋呢卡拉下，不過我哋呢卡拉下變鬆來，也係一種嘅方式。所以講我哋要注意嘅地方呢係一點。各位注意一點係我哋呢切，我哋打時間，我哋拿方嚟嚟打切頭時間，我哋呢腕關節有變鬆冇？我哋呢腕關節係冇變鬆，我哋按嚟打，
安尼吸气安尼打，我哋呢腕关节输送无大嘅，我哋呢舌头也会输送，因为我哋所打安尼输表面嚟打，係一方面係促進我哋呢切腕，幫我哋呢舌頭嘅關節增生我哋呢關節組織液，所以我哋促進伊係幫我哋呢舌頭表爽，所以也係要注意嘅事項。觀眾朋友啊，所以做講嘅呢，我做一個幫觀眾朋友要注意嘅事項係點呢？所以我做一下示範幫觀眾朋友。我哋按嚟做腳翹上來時間呢，我數卡上去來，我肚絲挺上去來，挺上去來，我數拿上去，不管唔透氣還是吸氣有吸飽啦，也係一個重點。拿上去來時，我下去呢，千萬我注意哦，唔好對腰骨按嚟下去，對腰骨按嚟下去呢，貼我哋呢肌肉痕，我哋呢數所有都縮痕呢。無法度表爽，也要注意嘅地方。但係過來呢，我哋喺對卡拉下行呢就冇咁樣嘅，卡拉下行呢，我哋送上去都是太好嘅啦。再做數字也順暢出去，順暢出去呢，我哋卡拉下所做呢，我都是睇出來，我眼神打出來，慢慢的下去。下去天會順暢我哋呢肌肉，會順暢我哋呢關節，慢即變爽咧，安尼呢停留3到6秒過後呢，我哋呢眼神可以充滿了我哋呢陽氣，講我哋呢血氣，我哋呢陽氣同血氣充滿咧，我哋呢眼神都會個強爽，我哋都會水門呢都會個好水，再過來我哋吸氣打時節。吸氣打時間呢，我哋注意呢，我哋拿好起來時間，我哋呢腕關節有變鬆嘛？安尼腕關節變鬆，吸一下，變一下，變一下，吸氣變一下，安尼腕關節變鬆。唔好觀眾朋友嘛，你話個導演啊，看有人話嚟吸氣，安尼嚇，安尼係我哋呢數冇變鬆，啊講我哋呢力頭會貼硬，啊無法度去原力。原力會促進我哋底部嘅軟組織，啊我係硬力係輸水，嗰種我哋啲大人、白人咁樣，所以我哋要注意一點嚇。所以我哋啲做時間，我哋呢原力都講我哋呢腕關節嘅表鬆嚟打下，強強，對我嚟講，表鬆嚟打下，安尼打下去呢，一方面我哋呢舌頭會舒力。甲個強壯，所以做一個完整的動作，幫觀眾朋友看下，也係我哋做嘅時間，用嚟去順，用嚟過好頭，也係完整的動作，我做一個，再做個一遍完整的動作，幫觀眾朋友看下。觀眾朋友，時間要到了，我所介紹呢係攀足長筋。攀足長筋呢，不管唔係水唔得嘅時間呢，都嚟做。做完呢，會幫我哋呢過後一高到天高。所以呢，希望觀眾朋友好好來做，下一次拿來了。